香港特區政府積極打造留學香港品牌，非本地學生離港升學數量快速增長，催生龐大嘅住宿需求，進而帶旺學生公寓市場。特區政府近年亦連續出招，鼓勵市場以自資同私營嘅方式，將酒店商廈改裝成為學生宿舍，以增加市場供應。由九龍貝爾特酒店翻新而成嘅日新社提供大約1450個宿位，為全港最大私營學生宿舍。由日新社步行大約5分鐘就到港鐵鑽石山站，由此去到九龍區大專院校，交通都算便利。佈局方面，日新社提供1房至4房嘅宿舍，實用面積231平方尺至481平方尺，傢俬同儲物位置已經預先分配好，即使選擇共居生活，每個床位都保留有相對獨立嘅空間，住客仍然有一定嘅私隱度。另外，日新社設有3.2萬平方尺嘅共享空間，包括健身室、共享廚房、自修室、洗衣房等。運營團隊會定期舉辦各式活動，包括文化交流、運動興趣、義工服務、職業講座同生涯規劃分享。節日活動同主題工作坊都會喺共享空間定期舉行，幫助非本地留學生快速融入本地生活。